来继续来到台中，一个2岁小女童，一个出事，耳孔都无听到，确定是带着极重度的听力障碍，就算到助听器嘛无路用，因为听无法度学习，所以嘛袂晓讲话。妈妈四界找偏方，最后决定让查囝做微创手术来斗这个电子耳。手术完成，小女童总算听有了。伊出事以来第一届听到声音，是揽着妈妈放声大哭。 2岁大查某囡仔都做完耳仔手术，趴伫因老母的身躯顶。这个囡仔本来目睭刻刻，医生一个花衣雄雄，目睭长大蕊刷落来。听到了，你听到了，你好棒，你好棒，你听到了。囡仔一直哭，这是2年来头一摆听到声，激动甲哭出来。因老母甲抱条的这个时刻，因老母的心内嘛真激动，因为因查某囝一出事，听力有问题。 3个月时就确诊，双边耳仔分别有中度、极重度听力的障碍，就算挂助听机嘛是无效。感觉好像就会对他有愧疚啊。囡仔老母一直找办法，最后决定让因查某囝做微创手术，斗一个电子耳。人工电子的目的就是用一个电极去取代耳冠的功能，然后去直接刺激听神经，让脑部听到声音。对，听到，好棒，听到了。 医生讲，全国每一年差不多有20万名新生儿，其中有600个先天性耳孔就较重。透过先进的电子技术，让听力障碍囡仔会使听到世界声音，嘛会使听到家己的声。